山东二丰台省长高雄，但是行政院长杜英泰一直无到高雄参斋，是引起讨论。今仔日杜英泰参高雄市长陈其迈到桥头的电波溪地方地参斋。杜英泰讲已经增加每年度的治水预算，陈其迈也发话，呼吁各会赶紧通过预算，避免影响治水计划。院长，朝野破局怎么办？对调也敢若无达成和解问题，行政院长杜英泰无回应，哪甲里长拍招呼，哪行向干部会场。杜英泰12日南下高雄，甲市长陈其迈斗阵看灾，又已经是赛后第9天啊。杜英泰第书头一开就先下失礼，讲表示较晚来咯。对不起，来晚了，551亿，这其中有159亿是在7月以后我们才增加的。过去花了那么多的钱跟时间，我们产生了一定的效果。但是还有一些系统性的工程，到最后末端我们要完成。强调今边治水有算，因为高雄无到3个月，连续拄到雨量破纪录的凯米风台，也佫带来17级以上强阵风的山图尔风台，加上山图尔总财损就超过31亿。杜英泰看在头3到桥头无聊的电波区、扣水池，也了解这后续的改善工程。针对两岸护岸高度不足的地方，再予增高。另外，自容尺的部分，我们发现可以再透过把自容尺加高的部分去增加它的自容量。恳请国会能够尽速的审查预算法案，不然真的会影响到我们高雄在明年跟后年分期的这些治水的计划。看在都变做定情大会，除了陈其迈呼吁有算袂使起条例，立委也要求强化高雄电网。经济部长郭志辉回应，总统赖清德已经指示台电伫未来4年内进行全国电网改善工程的计划，总预算有5600亿，相信做回来改善受灾区电网的强度。记者综合报道。